伊煮的母娘。第3章，伊裸体走出来。隔天早起9点外，迄个查甫过来我住的位，我拄起床，就招伊同齐去浴场。万里无云的南伊子天气若像是春天，种水的小溪伫浴场的面，闪烁着温暖的日光。我昨暗的操烦若像是眠梦，我甲查甫讲，昨暗真热乎。哈，你有听着？当然有听着，拢是在地人，在地人简单爱吵吵闹闹，无啥意思。看伊若无啥会款，我就点点。你看，因来到对面的浴场啊，敢若有看到咱啊，还阁伫笑咧。顺伊手机的方向，我往溪仔对面的公共浴场看去，伫烟雾里蒙蒙有7、8个烫目体的人影。忽然，一个赤身裸体的查某为幽暗的浴场走出来，徛伫通出的换衫场，敢若要飞落溪畔，双手举开开，喙若在发声。伊全身光溜溜，连换一条巾仔嘛无。迄是母娘。看到伊双脚徛挺挺，白色的身躯若细丛动树，我感觉心内有一阵清泉，熊熊吐出大气，煞笑出来。伊是囡仔嘛？看到阮，伊一时欢喜，就安尼赤身裸体走到日光中，轻身搁内骹尾徛伫遐。伊还是囡仔嘛？我欢喜甲笑袂煞，头壳若愈过遐清楚，喙角一直笑眯眯。